个迷就破除了，我们还会迷失嘛？不会了。接下来第二个，不知居在何处，不知归依何处，就是说不晓得我是要，等于说我要定点在哪里，我要归依在哪里。所以那个佛教他们就讲说皈依三宝佛，有没有？他们希望他们皈依三宝佛，佛法跟三宝佛。当然是自己不开佛，他们想要皈依佛。然后你看这个皈哦，皈怎么写？皈怎么写？一个宝，对不对？一个宝，对不对？这个叫皈，我们讲皈依皈依，然后把它拆开来呢，皈这个就。绑回原来这个绑就是洁白无瑕，完全没有污染的意思，非常光明的意思。绑回原来洁白无瑕的这个自性佛。所以我们今天求到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皈依哪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佛祖哦，各位先生，我们已经找到我们应该要皈依的这个地方了哈。所以说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知道，我们求到之后就怎样？就知道。知道了之后，那回到名字啦，好，所以在大学里面有中文跟我们讲，大学知道，然后纪念一下吧，大家都有点想睡着了，好，一起念好了，对，记，大学知道，在芸芸的，在心语，在止于至善，好，大学跟我们讲，大学知道，什么叫大学知道？大学要成显，恢复我们圆满的佛性的学问叫大学。所以你看啊，这个大，我们求到之后，大家都是一个，人家会是一个大，因为你知道你的自性佛，人得一人呐哈，得到名字一点之后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天字。好，所以人讲，你古话讲天公仔囝，那个是天公仔囝。那一张小孩子，那个小孩子的时候，那天公我们都有天公上光，天公太大，好，天公仔囝那个乌就是好，天公囝他们就讲是神父的囡仔，是安尼讲是神父的囡仔，那个是天公仔囝。其实也是那个意义是一样的，是那是天公仔囝，因为我们得名之一子，人得名之一子之后呢，我们知道我们身份，我们是来自于天，我们原来都是什么？我们原来都是什么？真的是这种身份的人哦，我们原来都是什么？原胎。我们本来就是原胎佛子哎，各位先生，你要相信你是原胎佛子。那我相信，你应该是原胎佛子，但是原胎佛子哦，原来的佛子哦，各位先生，所以你先我来讲哦，你先后学讲哈。所以说，大学之道在明的，就是说你要学这个大人成正人、成正成显的这个方法呢，是在明的，要去明白我们这个自心光明。明就是明白，它这个明德就是非常光明圆满的一个德性，因为这是佛本来就具足的德性，是非常圆满的。然后在心里，在止于至善，在这个心里，这个心呢，也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就是心的意思，心就是心，好，在心里，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把自己原来就是心，就是一个重新的意思嘛。求到之后，我们重新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生的一个历程。好，在心里改变自己，可能人家说改头换面啊，改变自己，然后重新一个修到了人生的路来走。在止于至善，止于怎样？至善法是在哪里？我们那个自性佛这个地方，既然叫做佛，它就是具足一切的德性。它是一个至善宝地，所以佛有没有不好的？佛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们皈依在我们自性佛，皈依在我们自性佛这个地方，就是止于至善，皈依在这个至善宝地。所以当我们当你皈依在自己的自性佛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就是什么状态了？就是什么状态了？这个时候以自己的自性佛当主宰做。
一起念一下好不好？怎样？当你以自信佛当家做主宰的时候，你就是什么状态了？都离不开佛嘛，因为我们的心怎么想，你做的事情，你最后的成就都跟佛有关系的。所以各位姐姐夫，那我们是不是在世活佛？跟你在世活佛，我们是济公活佛的弟子。那我们都讲到他叫大济公，济公活佛来，各位姐姐回忆一下。你们有听过有哪一个仙佛在世，人家就叫他活佛的？他们好像没有。有没有哪一个仙佛在？我们现在就是圆满无数的仙佛，有没有哪一个仙佛他在世的时候，人家就叫他活佛的？没有。空前后目前来讲，就是我们的济公活佛。为什么他在世就被称为济公活佛？还是活佛？刚刚有讲公心一片，他对所有的众生都是一样的看待哦，没有因为他富贵贫贱没有，他就是公心一片，在度化所有的兄弟姐妹，所以再次就被人家称为活佛了哦。各位姐姐，我们是他的徒弟，对不对？那我们是小济公嘛，是不是？所以我们都有一首歌叫做《小济公》，我们都是小济公，我们是一群快乐的小济公。我忘记怎么唱了，我们是一群快乐的小济公。共会甚至很忙的意思，对不对了？忘记那怎么唱。好，所以我们都是小济公，所以我们跟着我们济公活佛上脚步上走，就在我们修道上过程当中，各位姐姐，你们有没有看到的道场？也有很多的什么活佛，各位姐姐有没有发现到？有没有？各位姐姐有，等下休息时间10点休息，你们等一下哈，10点休息嘛，现在10点，10点休息的时候你们可以放一个图法去看一下，静静的去看一下，静静的去看就好了。你会看到一堆浅显，都有点年纪的，在厨房里面，今天还蛮凉爽的，就是在厨房里面，然后他们大两瓜，细两瓜，好，有两个人他在那边模拟起安尼哈，在忙做的午餐。所以目前他们这样的付出，他们跟前辈的付出，我们有没有帮他们他没有？都是他们自愿来这边帮忙的。然后呢，都模拟到细两瓜，可是他们是怎样？他们是很开心的。很开心的，所以各位浅显关心是跟老公就漂有那个年纪很大的那个浅显的时候有一些什么脚使用不方便，他们为什么会愿意这么做？有没有人逼迫他？我们大场或谁啊？主席啊、组长啊、他们皇帝，那个能帮他干嘛呢？狗哦，人家狗哦，他们是自愿来的，而且甚至有时候会怎样？人太多了，因为这个太多人了。应该来到场上，可是他又很想要帮忙，各位姐姐，他又是出自己自愿的。那为什么那些姐姐会愿意做这种事情？为什么他们会愿意做这种事情？因为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也是什么事？也是佛事哦。各位姐姐，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大家每一个在佛场出现在佛场的每一份子出现在佛场，就是你要说就是有那个那个直销的有一句话说什么？有出现就会有什么贡献。当有出来佛场，然后佛场，不管你做了什么事，你就仔细走，有出现就会有贡献。而且出现就是在护着我们的道场，就是在护着我们的道场。好，所以做的就是佛事哦。好，所以各位姐姐不要小看，比如说我们在开单的时候，我们前一天来佛场帮忙那个整理环境啊、排椅子啊、收椅子啊，所以也是干起佛事。当起结束的时候，帮忙帮我收一下，因为你走出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厨房外面有一个垃圾，把它捡起来啊。这干起佛事。是呢，而且在佛场真的一件事情都是佛事。然后有讲一个那个有一个别的单位的呈现，好，你们会不会有时候觉得，比如说比如说捡到了，你们讲的，我会讲的，然后你没有雇人，然后有时候会想说我又没有雇人，就回
去了。好，这是一个状况。另外一个状况说，我们雇人那个来护持一下啊，火场在广兴，他们两个被雇的你我来护持一下，在火场一个火场护持。那你这样的护持有没有功德？各位听我说，有没有功德？有功德哦，因为要用护持就有功德了哦。那后这就听到一个就是，别的单位的体检，他归功回去了。他在因为他年纪也大了，年纪大了，然后我们叫做年轻人，他年纪大了，然后没办法做很多，当然就是没办法做很多的事情啊哈。然后就是那个出来火场嘛，那我们是会有那个客厅嘛，然后给同事啊、浅显啊、道具就一直堆在那边。好，开干啊，写文字啊，浅显会鼓励嘛，鼓励大家这样子，就是聊天就对了。那是那个唐北文明，还有经理，好，鼓励来，这个所以以后你们坐在客厅的时候，不要就静静的啊，你要来，这个要热情一点，要活泼一点。我们有新到新的时候要照顾，来表示出来，怎样呢？他就这个动作哦，多明显，他回去有没有成就？他回去可能大心。而且前面约上护持有功，所以老师带他来结缘，就是要让他以身说法来说，他就是这个动作是什么心，非常的真心诚意，来表示一个来临谁他是非常真心诚意的这样讲出来一个，我们讲过其实是一个小动作而已哦，这样的人也可以成大仙都实现。这个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济公老师有跟我们讲过的一句话说，他不要我们的心，不要我们的钱，他不要我们的钱财，他要的是我们一颗的什么真心，有一颗的真心诚意来护持道场，那你的功德就是非常大的，是这样子哦，是真心诚意的付诸行动，把道的那个形象在那个形象里面把它表露出去了，所以我们会说有当时迄听到起来天好，你看他喝咧，我要开水，喝咧那种开水，因为来我很多拿毛巾当观察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要这样的一个底，然后让我们的兄弟姐妹感受到说，我好像跟他不认识，可是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因道而亲的一家人哦。在这一家人就是这个眷属，各位念简单，弥勒眷属，你们都是弥勒祖是徒孙，济公老师的徒儿。各位想一下，我是弥勒祖师，外面讲的弥勒佛的，我们道场都称为弥勒祖师，因为他是我们的祖师爷好，外面讲叫弥勒佛的。我们是弥勒佛的徒孙，济公活佛的徒儿，所以简简，去换人生。